来看美国棒球公开赛，塞尔维亚球王乔科维奇伫男子单打的决赛是连续赢3局，打败罗西亚选手梅迪维夫，摕到伊个人第24座大满贯的冠军。美国棒球公开赛爱士球场男子单打最后一回，俄罗斯名将梅迪维夫甲塞尔维亚乔科维奇对决。奥斯卡影帝马修麦康纳也到场观战，乔科维奇下礼拜二世界排名对中回第一。若是球赛乔科加手对决，这局梅迪维夫向前已经未负第一盘，乔科维奇6-3赢，两人第二盘战104分钟拢真艰难。乔科团体早就准备好14个胜利球衫，就是希望赢夺得冠军，收个人生涯第14座大满贯。双方伫底线对抽，乔科适度改变方向线已经小可疲劳，毋过伫强大压力之下，展现的能力，互现场观众赢棋。乔科雄雄加紧移动速度，梅迪维夫被迫调动，爱赶紧走动回应。乔科守伫底线，每一个回击拢正稳。梅迪维夫上棒，乔科回击，梅迪维夫个压扣球，乔科拍出这个真水的球。第一盘拍甲抢7，乔科7-6抢1城，盘数2-0领先。到第三盘，乔科回击，梅迪维夫拍甲乔科正面，家己绊倒。这时阵乔科状态已经真轻松，穿过网想要救梅迪维夫用手比这无代志，继续比赛。这场比赛乔科44摆上棒，有84%胜率，最后到冠军点，镜头顶悬的梅迪维夫回击挂棒，比赛结束。乔科1-3摕美国棒球公开赛男单冠军。Especially for my parents, giving a lot of sacrifice to support me, to play. I love you. Thank you so much. 乔科抱回14座大满贯，约平澳洲女网传奇玛格丽特·寇特上好纪录，同款争做大满贯上侪球员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朋友。